是有人破病哦，规家伙啊一定拢会足心疼的，甚至想要替伊来疼。出来不管是发生什么代志哦，拢爱叫支援，叫人斗骹手，拢需要一支手。一支手，什么意思？因为这支手会当甲你杀，我甲你扭转来。笑啊你！真正是最重要的啊！不过希望哦，咱所有人拢会当做迄个甲人扭转来迄个人，好唔好？再来欢迎今日的三组家庭，头一组阮岛上厉害。欢迎！哎呦，真派诶！再来欢迎，欢喜就好。欢迎！嚯！最后一组欢迎当空不败。欢迎大家！马上来进行今日的比赛。欢迎阮岛上厉害！来，跟大家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山母啊。我是国民号主海产呐。大家好，我是海产的小弟，我叫海产弟。看到海产哦，心内就足感动的。为着爸爸的代志嘛，你甲家己歌分给爸爸。爸爸就肝癌，你就知无？啊，迄当时知影爸爸爱换歌，迄是什么款的心情？哦，迄心情足复杂的。以前甲我讲，爸爸剩一条路会知，因为伊一般是肝已经定去啊，所以伊无法度去用其他的治疗方式，干来才换肝这条。换肝这条路。啊，我袂甲伊换，伊迄病只散开、脱开，就剩3个月尔。哦。所以决定的权利就是我手头，我甲弟弟拢去试过啦。配对，两个拢有成有两个拢有所以成功两个拢有符合。嘿，我大家弟弟讲交互哥哥来就好啊。我就甲我所有工课做1个月，我就甲摆好了，我就随去安排讲我去病院要灌肝呢。啊，其实我嘛是足惊，我嘛足惊吓的，因为这嘛是一定的危险性，你知无？我就惊讲我。隔工我就无醒啊，所以我翕影片，甲大家讲说，我明仔载要去灌肝。大家，你看到这影片的时阵，我已经伫病房内底4点钟啊！啊，我希望你们大家帮我加油一下，我有法度回恁代表成功啊！啊，我无回到恁的话，我就甲大家讲真谢谢恁安尼遮支持我安尼，我可能就是无成功安尼。啊，无好在。爸爸最后有成功换肝，因为爸爸迄阵嘛，伊甲我讲真得重的，伊讲伊我用一个无健康的人换2个无健康的人。等去厝的时阵，伊甲讲袂，伊去房间，伊是甲伊的遗书写好啊，伊甲伊的钱啊拢写下来，互我看。啊，我看，我就目屎就流落来啊！你唔好写这互我，你莫讲你要摕我的肝，你要甲我的命摕去，我拢一定爱甲你救的。而且大家拢讲我最友好，其实我无友好。我是做这个世间所有的就是惊死拢一定会做的代志。醒起来我就讲，爸爸你爱加油，以后你的命甲我的命，咱是共同的，共同体。咱爱做伙的安尼个好好甲活落去安尼。妈妈，你看你那边啊，拢已经要流目屎。其实这个心路历程，讲实在，我嘛是足烦恼的。一方面是翁婿，一方面是囝。伫要手术当天。我表现啊足坚强，我唔敢喊，我唔敢做啥，因为我爱做因的肩膀，爱互伊我靠。海产是12点钟，爸爸是13点钟。讲实在，海产出来了哦，我一粒心起落来啊。但是我着搁等爸爸，等到爸爸出来的时阵，我去加护病房甲看，规身躯是拢插管，手也白的，脚也白的，我甲弟弟2个。看到是足艰苦的，但是好佳在，阮足甘心的，爸爸嘛足坚强的，阮已经安全行过来，阮即马嘛已经向着健康的道路啊，所以嘛足感谢海产。光明倒转来啊！光明倒转来，光明倒转来。真是嘞，真是嘞。而且伊个真紧就转去开始做工课啊。我就关了1礼拜，我就出院啦。系啊，所以其实大家唔知影讲。好是一个遮尔大、遐尔严重的手术。其实讲实在，我嘛
感觉对海产足歹势，因为迄阵一个人要顾2个人，真正是无法度。海产就讲妈妈你拢咧顾爸爸，你免照顾我，啊我家己会顾我家己，啊我来台北吼，你开当规心顾爸爸。所以迄阵伊就足紧伊就去台北啊，所以我嘛感觉对伊足歹势嘛，足亏欠的安尼。经过这件代志，恁规家伙的感情一定是愈来愈好，愈好，对吧？对啊。啊，你拄则讲，连命你就拢会当互爸爸，是不是？因为爸爸对恁来讲非常的重要。阮敢若朋友咧，你知无？伫厝诶，就是我要练小话拢会使。啊，所以我最爱转去厝诶，就是我交女朋友啊，啊无也是要创啥物、做啥物歹代志，拢家己分享。像我大学为着我要走演艺界，我大学读10年，10年啊10年。你哪会讲起来遐是足惊我的一件代志？校长的薪水是我纳的啦，校条啊嘛是我纳的，拢有写我的名，你知无？啊，毋过行这演会改遐尼辛苦，你敢会唔甘？其实嘛是会足唔甘的啦，因为有足侪选民的吼。伫咧网络留言拢足歹听的啦，讲话拢免负责安尼。啊，讲起来，咱做事大人的看到拢会足唔甘的啦。有一届迄是网友骂了伤歹听，伊用一个账号去共吵啦，伊挡袂牢，共吵足歹听的啦。伊的名啦，伊甲我拍海产母啊啦，海产母啊，甲人吵啦。我讲你嘛较正经啊，你要共吵，你改名者啦。结果伫后头我去回信的歹势啊，阮母也啉醉啊。人甲我吵，我甲共啊。我要生气啊！真好笑诶！啊哥哥，大学读遐尼侪年，啊你敢有啥物印象上深的代志？有啊，因为我甲哥哥差5岁，我已经退伍回来啊。阮哥哥紧咧还袂毕业，结果做兵回来我无伫厝，啊我想我回来奇怪，我来要你房间，我门拢拍袂开。啊！我伫门骹口徛到2点半，我靠哥哥，海产啊你，我房间你有啥物？伊讲弟弟啊，我带一个阿妹啊，你叫我看一下。阿妹啊！女朋友啦，先讲阿妹啊，想讲我垃圾鬼咧，因为妈妈希望讲我会使带某生囝安尼啦，啊，你真好啊！啊，但是我就是咧吹啦，我咧吹上色啊，我带某生囝啦。你是讲10个内面咧找一个上适合的？我个印象最深的，就是讲吼，个因为女朋友离家出走的。无啦，因为以前我妈妈想讲我袂做艺人，真正伊当作我要做医生，你知无？因为我细汉时阵成绩足好的。哦。嘿，啊，我就交到女朋友，发现咗这个世界原来遮大。啊，迄阵妈妈就讲足反对的，讲你为着这查某囡仔，你原本安尼成绩退步退到安尼。所以才会唱伫我房间啊。对，伊唔知。你迄当阵就开始啊。唱，因为伊惊发现去互拍，所以伊就讲是我阮七啊，结果是我去互拍。我跟拍个顶袂使讲，迄哥哥这是哥哥，我爱听伊，我袂使讲。你这个小弟真正是足听你到底咧，哎呀，一定听到底啊！啊，你交女朋友唱你弟弟房间，啊，弟弟来小听真多哦。就这。那你今日的幸福咧，是不是要来？因为伊定定到伊房间我用拢徛伫房间门口啦，我今日幸福咧就要摕一台按摩仪抓铃的啦，哎呦，要抓铃的机器咧要送互弟弟跟妈妈啦。好啦，咱做来看你的幸福咧。立体按摩机，哇！希望恁今日会当甲这立体按摩机砸转去，好无问题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马上来进行洗礼啊7卡，一个人下过礼啊，一个人用头接7顶过礼啊，接到4顶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哇！对啦。哦，2届的机会，你要安怎分配？我感觉我来拼好啦，我练习了，我来拼，我拼了就准的。伊头伤大了，无好食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！你咧练习的时阵发现的，发现的。要拄安尼看过去，你嘛无细了。恁练习的时阵是谁较厉害哈？练习的时阵，我感觉拢足厉害的呢。好，咱做来看。永远相信我的心声，最后换来一场绝情。敢讲天注定爱你一生，真心换绝情，换绝情。是咧换什么绝情啦？到底是谁遮无聊去买这个鸡螺啊？什么无聊？因为我参加公司一个上好看的节目，叫做《光临倒转来》。我要买这吼是为着什么？为着一罐啊，叫做洗螺啊7坎。啊，这是要安怎算啊？哎呀，讲甲恁捌。我内裤会拍结啦，莫用讲，我带恁去先看卖，你就知影啦，惊个惊。
悬咧，较悬咧，较悬咧。哦，你是咧创啥物啦？伫遐算等下，甲我的心灵弄倒去，是要安怎啦？哦，你两个是咧创啥啦？敢若伫遐弄啊大个细个，等下物件甲我弄歹，你若要算去外口算啦，出去啦，去外口算啦。好，即马母啊，无伫遐啰里啰嗦啊，咱只好好练习一下。有啊，会使。中康来一个中康来一个。中康。我感觉有感觉啊！这食着会死人，我靠，有要生死啊！咱为着这个节目，真正是吼，足拼命，足拼命的啦，行拢袂啊啦。来，我感觉吼，制作人像这个关卡吼，伤简单啊啦，我感觉变得较难嘞。这个咱来成功吼，制作人换咱做啦，来。你不是讲你靠面食饭的吗？过来。我感觉时间嘛差不多啊啦，咱嘛练到安尼啊。我甲你讲，咱今先等下休困。咱啥物物件拢啊牵看嘛，你甲牵你，我牵我，甲你牵，咱拢接唔到，啊，迄龟咧一定就简单。啊，我来换一粒试看嘛。我来换一粒。你头壳歹去哦，你摕这顶要拼互我接，这也算了，我就去啊。这个节目我嘛免录啊，咱免遮认真，恁遮认真吗？免遮认真，咱好算就好啊。恁拼命就对啊。免拼命。我试一摆用面了，你看。好来，我用面啊，我决定要用面啊，用面较简单啊。用面你用面较强呢。对，好袂。中康的，中康的，中康的。哦，我看恁两个算甲安尼，阿妈讲紧算吼。啊，你看安尼颜面有大无？我甲你讲，大甲内裤是穿袂落去。敢有影安尼，我的幸福礼就要摕到手啊哦。加长、加深、加肝，你知影搁差多一项无？加讲诶！恁讲足厉害的，啊！你是毋是迄舞唔着迄规则啦？人是讲用头接，啊！你用面。因为我的面较大片，你知？较好去接着安尼。用面嘛较简单嘛，对无？用面嘛较简单啊。系啊。如果你试看嘛，你用面接看卖无？无你来试看卖我。你试看嘛，你敢就来接诶？你试一个啦。哎呀，大家用咩讲？试一个，用面哦，爱用面哦。哎呀，准备好未？好。哦，你差一嘛就成功啊！哦，你有挑感，你有挑感到拼较大力的哦。我这样就疼呢，哦，这用袂用接啦。我是毋是就好打诶？好打，你就好打，你好就打。今日我可能爱困便所。啊，你惨啊你可能。我甲你讲，我本来去弄着是无生气，我看你笑甲足欢喜，我只有淡薄心情转歹起来。诶，啊，今日敢有信心会当过关，甲幸好礼摸回去。哇！加讲诶，这个简单啊呢，一粒细粒的鸡蛋糕，你知无？阮兜上厉害，请就位。细粒啊，切看，请开始。我哋无正经啊！来哦，准备好哦，唔是用面哦。差几组，不要紧。哎呀，差几组，你这个咪较慢呢？较慢呢？较慢呢？哎呀，紧张啊，来啊！剩最后4点啊，对无？好啦，第4点拢爱接到才有过关哦。来哦，4点哦。哎呀，好啦，马上生好料啦！加油！过去干！成功啊！这个几点？不过真可惜，失败啊！弟弟来，你感觉哥哥有啥物需要调整的所在？哇，你要拼无？啊啦，我拼你接无要安怎？安尼我就家己买这台机器。啊无换一届，好啦，换一届啦。剩一届哦。最后无换一届就最后一届机会哦。没问题啦，跟你拼这道。弟弟 OK 哦。来，细粒啊，切看第2届挑战，你莫拼伤过哦。请开始。加油！哎呦，我是想的问题哦。还有，弟弟有淡薄大力。
第二个挑战，你冇听伤过哦。请开始。加油加来油！哦，来哦，看是啥的问题哦。还有，弟弟有淡薄大力。对啊！哎呀！过来，够机会哦。有机会！喂，甲拄仔共款，等我接到才有过关哦。哇！来啊！有機會！哇！头伤大粒啦！哎呀！哇！哎啊，你呦！讲算？无算。冇算。哎呀！哪呢？哎呀，真可惜，失败啊！所以来就换观众朋友来挑战啊，好啦两个人一组，5顶帽啊，接到一顶，就会当得到红包啊，好吧？1、2、3，哎呦，来，这边欢迎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卢素美，我王成聪哎，啊，恁敢是阿某朋友，看你的表情就知影不是啊。啊，感觉有好耍无？好胜，恁两个人决定要安怎分配？我对，啊，你来接。谁来啊？去看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哎呦！来，过来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去啊！飘滴咯！差几输啊！来，天加油姐好不好？加油！差几输啊！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啊！一个就好啊！接到就过关！来，经过胜无？好胜哦！好胜，你是不是看到一个遐大点的飞过来会惊着无？对啊，嘛是赶快会惊。头拄啊表情拢是。真高水，啊，毋过算啊，足欢喜的对无？对，啊，多谢，多谢。稍后来欢迎第2组，欢迎刘来，哇，足多人诶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弟弟游泳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艾丽哦。来大，家好，我是妈妈赖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皮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嬷吴素贞。哦，阿妈哦，你好。阿妈好。爸爸，我看你的名牌顶面是写阿爸无唔对，所以你真正叫皮蛋。对，我叫皮蛋。啊，是安怎会好这个名咧？个性较白目嘿。啊，哦，所以你的囡仔敢有叫你阿爸，还是讲嘛是叫皮蛋？唔捌呢，全拢叫我皮蛋，叫大汉的。出世到即摆，我无叫过老爸一声爸爸，我拢叫伊皮蛋食饭啊。不过因规个嘛呢，足快乐诶。啊，妈妈你是安怎会叫赖老师？因为阮翁仔某伫阮查某囝伫不倒内底的时阵开补习班啊。哦，对补习班老师哦，哦这。是恁阿某做伙事业，对对对拄着老师哦，就想要问看卖，恁拢是安怎教囝的？阮拢着囡仔的兴趣啦，然后莫变歹就好。像姐姐爱跳舞，我就讲你家己去找舞台，找机会去表演。姐姐甲我跳舞，啊，弟弟有啥物专长无？我最爱翕相的，翕相。嘿，我高中有一个比赛，第1名摕落来啊，第一名迄个鸦片叫啥物名？叫阿嬷的萝卜饭。阿妈，你咧煮啥物啊？伊晨啊，以后你爱好好啊食饭啊，爱做好囝，毋通交歹朋友，爱认真读册，毋通互阿嬷烦恼。哇，阿嬷，安尼孙用咧你煮的卤肉饭，我得到第1名，你是毋是足骄傲的？对啊，伊就细汉我饲大汉的啊，所以就是我拢较会煮卤肉饭互伊食。啊，爸爸妈妈当初是安怎熟识的？阮是大学的同学。哦，对。啊，一开始毋是要甲伊，毋是伊啊，不是啥人？是伊帮同学约我。哇啊，，甲伊拢想一寡有诶无诶撇步，叫人做，人讲我毋敢啊。甲伊讲你毋敢，我嘛要约啊。你甲迄个同学即马敢讲是朋友？会歹讲。早就无联络啊！你是叫伊做啥物代志，伊毋敢做？伫老师上课的时，叫伊起来唱歌。哎呦，结果你敢有做较到？当然有啊，我约袂
就阮大学老师啊，伊就讲，我今日课上了啊，剩10分钟，有人要表演，无我有麦克风，伊就甲我伸麦克风摕来，伫摇的，啊，就在我面头前唱歌，全班尖叫啊！听起来爸爸你是足勇敢的哦，足皮的啊！自细汉到大汉，啥物代志有互你惊到过？迄个阮祖囝甲我报警啊！因为阮兜饲足多鸟仔狗仔的，然后爸爸叫我去看鸟仔屎，然后我讲等一下，搁去看啦。爸爸就无欢喜，放杯仔就放足大声的，然后我就伫楼顶惊着。我领做爸爸甲妈妈冤家，因为伊有真实的声音，然后我就敲电话互警察叫，讲妈妈去互人家暴啊啦！你迄当阵几岁？5年前吧。高中嘛已经真大汉啊呢。对，我惊着啊，我只有你惊到咧。我希望叫你上课。我刚才介绍我。这世人第一届有警察找我是讲我去人家暴，我就伫哭，你知影？警察讲，你若真正去人家暴，你还讲啊，唔好哭啊！我哭死我，刚刚在介绍，你哭啊！警察歹势吼，我已经接到案啦吼，歹势一定爱销案啦，一定爱接这。所以你就家己去警察局报道。连讲有社会局爱甲你关心。好，无要紧啦，至少大家拢平安啦。咱做伙来看因要爱的幸福咧，牛头卡机。哇！希望今日会当把这幸福的摸回去，好不好？马上来进行，互我陪伴你。一个人徛好，一个人来踩杯啊，2分钟以内才踩到底杯啊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哇！安尼恁想要来挑战？我红你肯配？你叫皮蛋呢？这个游戏爱真稳哦。你等下是咕溜咕溜就落去啊！啊，想要来啃？哎呦！弟弟甲姐姐，恁就是伫边仔加油嘛，甲阿妈做伙安尼。来，咱做伙来看练习的时阵，敢有冤家，敢有人等杯啊，敢有人报警察？无。来，做伙来看。哇，这忝的啊！停！爱你人啊？好哦。啊，我是咧创啥啦？啊，你唔知啊？哎，是咧创啥物啦？你唔知啊吗？之前妈妈讲咱报名迄个啊，公营倒转来啊。啊，为啥你要报名啊？有空堂课啊哦。好空的哦。你困较紧的。我咧徛到倒摆拢无你较错啊！爱分开哦。哦，意见足侪呢。是你袂晓啦。啊无你啦。你比我较肉脚的你。大姊啊，是你的小熊软还是我的小熊煞？你较大颗啦。你讲我大颗，你咧食宵夜的时阵我拢无对呢。好，看了。你讲就到这 ，OK。雅琪，你有用无？有。这有杯你帮我摕一个。哈？为啥你要摕杯啊？你歹管，你甲我摕就对，我即摆要去点。慢慢来，无赶时间，你慢慢来。哦，我的手都搓呢，好袂。哦 ，OK 哦。好，OK，耶！要小先上课啊？皮蛋等一下啦，上课之前先等一下啦。还个练哦？哎啦。好啦。好，准备，预备，开始。来，较慢点，慢一点。哎，看头照哦，看头照哦。哎。哎，我要叠。不能叠。上啦，放落啊啦。你安尼皮蛋摕袂到礼物啦，你是来乱的哦。好了，跳！记咧，手咧搓。够无？我嘛袂。我叫你骂他啦你。哦。讲唔对话啊吼。你来。我还没完呢。是你伤马卡啦！你要快到民国几年？准安尼尔呢？
昨日若个冇三个，礼拜了我拢去找阿祖。啊，你算厉害啊！咱今日已经来到现场哦，啊，对比赛有信心无？有。来，咱这回加油一下，1、2、3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爸爸，你真正连咧安亲班的学生拢叫你皮蛋，对啊，无人叫你老师。无啊。安尼皮蛋，你要好我加油哦。哦，皮蛋甲老师，阿某甘心做伙加油，好无？是。欢喜就好，请就位。互我陪伴你，请开始。来哦，几分钟的时间哦。哎呦，看起来功夫袂歹哦。哎呦，妈妈讲爱搁较悬的，爱较悬的。这是有限时间哦，几分钟的时间哦。这是唔通豆豆来哦。哇哦！来哦来哦来哦，继续继续哦。哦。怪拄则讲，迄袂当有加吧？即马是六块杯啊！哎呦！啊！来，够30秒，够30秒，好，够30秒。六起爱摕互妈妈，六起爱摕互妈妈。游泳，弟弟算到真欢喜。你伫边仔算到真欢喜哦。最后一杯。差一点啊！上来啊！无成功。爸爸这问题伫倒位？卡无平。爸爸，来，我你讲，敢会最忝的？会，最忝的对无？会紧张啦，来遮因为你唔若紧张，你爱一直保持伫这个姿势，那唔通叮当，因为叮当迄杯仔就会落落去嘛。你啊小可拖一下伊个落过来。对啊，好我陪伴你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来哦，紧哦。哦，即摆的杯仔拢是有稳的哦。爸爸小好一下哦。爸爸卖叮当，安尼真好。小好一下哦，哎哇，另外一支手，来。叮好，赞。哎呦，这届是真稳哦。哎呦，安尼看起来有机会哦。哎，哇，爸爸最忝的，爸爸强要袂喘气啊！爸爸会去喘气哦。哎，够20秒。啊妈呀！叮当！给你，够时间。够20秒。啊妈呀！叮当！给你，够时间。豆豆来，无代志。妈妈，过关，够30秒，过关呢。恭喜！我老爸，皮蛋我老爸。是哦，皮蛋。最感动的。剩最后5秒的时间就要到啊。是。毋过就伫迄当中过关啦。看人规个伙安尼共心。真啊足感动诶！所以因过关的时阵嘛，规家伙拢足欢喜是啊，拢无一个人放弃，所以才会当甲咱今日的幸福咧无断去，今日咧叫牛头卡机。刷落来哇，观众朋友来摕红包的时间又搁到哦，2个人一组，30秒以内6个杯啊，就过关，会当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我算到3、1、2、3。来，这位来，欢迎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吴宝贵。哇，今年45岁。我75岁哦，看袂出来。你若足水的咧，感谢。这次我拢我咧看咧，哦，你拢倒转来，我拢我咧看。多谢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做林千玉。
我还袂晓讲台语。不要紧，你敢讲上重要。对，所以这是妈妈。妈妈，啊，你拄则看伊安尼耍啊，你要啃还是要互伊啃？我手撑伫咧。哎呦，哎呦，妈做瑜伽就厉我害。 30几岁就做瑜伽。希望今日恁母仔会当留一个真好的回忆。好，互我陪伴你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30秒，30秒，6块杯啊就过关啦！哎呦，两个，哦，妈妈较哇，这瘦。部练习的是真正找无迄个所在对无？哎呦！来打打！哎，讲一半时间哦，莫着急。紧架头，手，最后2块杯啊，来！啊，一个头，啊，一个卡。跳起来！啊，真可惜，失败啊！阿嬷结束啊！结束，你哪会遮趣？阿嬷足古锥的。我本来俩准讲，内底杯啊，应该用手啃就啃有够啊。也毋过你收散啊。我收散咯。嘿，中个才徛袂起来啊。无吧，真可惜。也毋过后盖再过来算哈。多谢。来，哎，欢喜就好。哎呦，爸爸今日是恁兜的英雄。谢谢爸爸。规家伙啊，感情拢真正足好诶。爸爸妈妈甲囡仔拢是亲像朋友、好朋友共款，安尼讲话。今日哦，真正是趁这机会，好好对爸爸讲一寡平常时无讲出嘴的感谢。老公，多谢你。哎，我徛得稳诶，互咱摕到奖品啦。哎，这句话的重点伫咧。老公，不是屁蛋，真好。稍后来欢迎第3组，欢迎当红不败，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妈妈依兰，我是东方妹妹，我是阿芳阿嬷。啥子好做在当红不败啊？阮孙啊，因姓东方。哦，嘿，阮要赢嘛，所以我讲东方不败啊。爸爸是倒位人？爸爸是美国人。美国人。对。哦。啊，你是伫咧厝诶，自细汉拢讲台语？对，我自细汉就讲台语，就甲妈妈讲，啊，甲姐姐嘛是，就是讲英语甲台语。啊，因为阿嬷甲我讲，因住台湾嘛，所以阮拢会用 FaceTime 同齐开讲。然后呢，你会甲迄伫咧国外嘛，敲电话、敲 FaceTime 转来甲阿嬷视讯，迄是毋是因为恁感情足好诶？对，阮感情足好诶，阮细汉的时阵，我飞回来台湾的时阵，找阿嬷，阮飞回去，阿嬷佫会缀阮来美国。敢有啥物特别经验，互恁真难忘诶？因妈妈去美国读册的时阵吼，真烦恼，想讲伊读咧毋知会佫倒转来无，结果正港无佫倒转来。啊，你迄当阵听到讲查某囝要嫁去美国，是毋是足毋甘的？嘿，真烦恼啊！烦恼讲啊，这美国人毋知好无啊，咱毋知哈无啊。啊，无熟悉，无熟悉。见过面？毋捌见过面。有啦，有来台湾一届3工啊，3工来互你看。3工尔。3工看一届就讲妈，我要嫁互伊啊。所以迄是专工飞转来要互妈妈看的。啊，你毋是烦恼到袂食袂困？烦恼加3-5公斤啊，一困啊3-5公斤。哇，妈妈就爱你耶！啊，最后是安怎答应？啊，会同意是因为伊看起来吼，真个人真老实啦。真老实。然后呢，恁即届来即个节目的幸好礼，是想要互送的礼物。互阿嬷，互阿嬷的礼物。对。咱先做伙来看因的。幸好礼是啥？眠床点啊！眠床点啊！现在哈尼特别，想要换一个新的眠床点啊！想要互阿嬷一个新的碰床。阿嬷迄顶已经困超过20年啊！超过20年？对，超过20年。哇！阿公讲会使困40年，啊，但是阿嬷的脚趾片拢就听着真疼，大疼。所以阿嬷想要换一顶碰床。是安怎？你的翁婿无愿意互你换眠床啊？是毋是因为阿公困甲真惯势？毋是啦，阿公伊住山顶，伊无感觉啦。哦，伊山顶迄个较好困。对。我叫伊讲来，你来困看下呢。阮爸爸拢讲，
无啊看起来都好好，是要换安怎？伊嘛无落地，伊嘛无碰起来，是要换安怎？坦白讲啦，名称哦用20档啊，就算魔鬼关今日回去嘛是爱想办法去换一个新的啦。我若无逐工困遐尼晚，我是感觉迄对健康无好啦。对。上好的就是今日直接甲迄幸福的磨断，对，免家己开钱啊。马上来进行干啊，分啊！20块啊，报干啊，加起来有60分，就成功过关啊！拢总有2届机会哦。2届机会，恁是啥要来挑战？妹妹。哎呦，全部拢我妹妹。对，2届都是你啊。因为你足够的。我足够。你足自信的呢。你看伊的眼神来。我足够的。今日这3个人内面，你上厉害对吧？对。咱做伙来看你练习的过程。妹妹，你做啥？我看到一个足好笑的节目，足趣味的，啊，但是爱规家伙啊，拢爱去参加。恁要甲我斗3工无？咁咪真难呢？唔知呢，爱试看卖才会知。好吧 ，OK。你在创啥？我来报你看。干啊，分分呢？啊，要分啥？等下分互你看，阮会使同齐练习。哦，好。看我，看无？阿妈，我来教你安怎算，你嘛爱教阮同齐来比赛。哦，来比赛，老岁仔敢会晓？会晓啦，会晓。哦，阿妈会使。这足难的呢。简单。系啊。会使，继续等。哦。哇！啊，最后一个。哇！嗨 ，give me 啊 ，give me 啊！若是安尼会使赢就好啊。对啊。哦。安尼就靠你啊，对，好，会使，一定会使赢。好。来，你看我准备遐尼济物件要互恁试看卖咧。好，妈妈你来先，加油！来，哦，差点来，过来，嗨！哦，Man, you guys are terrible. You're so mean. All right, you try. 看卖有较咬无 ？You see your 酒，你今日哪有用到这会使啉吗？我的酒。你的酒，加油你的酒啊！今日会使。Cheater! You're not helping us either. 伊嘛无咧甲阮斗3工。妈，我这喙大，互我啉一水，敢有早？有啊，哪会无？我来啉一嘴，我这喙大。哦，足好啉的。真正是说练习苦啊呢。你敢有早？我真的有早呢。好，安尼我来练习。好，我来试看卖咧。好，加油！袂使。到时你做代表呢。难呢？用袂入去。我甲阿爸今仔来夜市啊，阮要来 PK， 讲谁会使赢。差一点吗？你搞可怜，会使。要赢可能就难了哦。作弊！因为我报考我赢着上侪项，安尼比赛时阵就我来哦。阿爸甲我请兵，好不？好，安尼阮来着兵。爸爸拢是头家步呢。爸爸伫咧练习的时阵是，哎呦，开始哦！安尼呢？而且伊是最爱台湾的迄个酒对无？对啊。练习的时阵，伊就是若有套入去，安尼伊就会使啉吗？这是谁家规定的？你规定的，所以爸爸拢足拍拼咧练习的，叫我今日无法度来。今日希望恁会当甲幸福的摸回去，好不好？阿嬷就会当换新的名称啊，对吧？哦，东方不败，请就位。干啊，分啊，请开始。你们这无限时间的吼。
哎呦哎呦，恁去是不是菜伤强啊？小米，他说 Linky，不会走啊？哎，这有卡掉啊！啊！妹妹，哎，来，你爱先设定一个目标，我去上后壁好啊，上后壁。后壁啊，想要报后壁哦， 60分，哎，报后壁简单哦。来，加油，可以加油姐。有志气，来，较悬的啊！哎，哦，哎呦喂啊！哎，伤悬啊，伤悬啊！阿妈冰城，你莫讲出来啊！讲出来嘛无要紧啦，这些较大力嘞。讲出来莫着急，吼。好，哎，这这啊！更较大力嘞，更较大力嘞。哎，这就歹用诶。剩两个，最后两个球啊！哎呀，真可惜无成功。来，确实是无简单呐。对。啊，不过我感觉妹妹真正有淡薄仔着急。嘿，嘿，都有一届机会。哎啊，第二届的挑战是我生2届。哎呦， 2届尔，2届阿嬷咧，阿妈咧，阿嬷你嘛爱为你家己的名称拍拼一下嘛。哎，阿妈生几届啊？试看卖咧，嘿，几届？两个。收几波，所以就是妈妈两个，阿嬷两个，出面嘛全部拢是妹妹。好，干呐，芬芬啊，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哎，来，哎呦，才是点吗？哎，因我囝报考啊，迄个姿势完全无共，对不？也不过因报到的所在拢伫遮。所以妈妈讲想要加报几个？哈？搁一个嘛，搁一届，好，搁一个，来，成功啊！哦，来，成功啊！哎呀，今天差1点半呢。真可惜，我阿嬷，来，阿嬷加油点，阿嬷的名称，要。哦，差1点，有机会哦。哇！阿嬷搁一个，名称来啊！哎，跳掉呢，两个40分哦。哎，阿嬷拢就接近呢。对。你们搁一届无？搁一届。来，等下，阿嬷，为着你的名称，我甲你讲，你徛过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徛伫遮等。你徛伫咧遮报，好不好？好来。哎呀！伤过大啦，妹妹话你啊，妹妹加油啊！所以头多阿嬷是4个块啊，对。啊妈妈是3个哦，所以今麦剩13个来，50分就过关啊哦。哇你啊！上后边的一支就过关啦，吼。妹妹加油，妹妹加油，妹妹加油。你是嘛？来，我替你摕吼，你一届摕1个就好啊。哇！对，妹，你即马是瞄准多一个？我甲你讲哦，你徛伫遮等，好吧？一个来哦。你一直安尼就对啊。来，妹妹来，我甲你讲哦，来，我甲你讲。你看你我。哦，唔通我讲啊！好啦，徛伫遮吼，徛伫遮。收轻啊！收细啦。哦，加油！60分直接过关哦。瞄准60分直接哦。不行。你个瞄准迄个就好啊。嘿，60分直接过关。阿嬷的名称，哎呀，差一支啊！有机会。来啊！差1点吗？来哦，最后3个块啊！来，一个摕，来。妹妹加油！啊，这个收轻啊！阿嬷的名称，阿嬷的名称，啊！最后一个，来哦！上尾一个。来，其实妹妹有真侪科啊，拢足接近的。对啊。阿嬷嘛是，啊妹妹上接近的是60分的，干呐。真可惜。啊，刷落来换观众朋友来挑战啊！
观众朋友20个块啊，报到一个就过关，会当摕1000块的红包哈。我算到3哦，1、2、3。哎，这位哥哥，弟无爱。哎，阿兄，你真正有淡薄仔面熟哦。有啊。哎，你个会记哩吗？你是不是来就过阮的节目？上困难的节目。上困难的节目，所以这就代表你无过关对无？是。我想起来啊。迄什么大块纯行？哦，就是呼啦扣啊，迄个对无？是。然后你算的是呼啦扣啊，不过你的专长是布扣啊。哎，你报着真侪真厝用品，互恁某对无？哎，目标我报伊啦，送别人啊。对。头拄仔伫咧头前看的时阵，报这个杆仔是毋是有淡薄仔困难？这个杆仔的头较短，较短，所以困难度会较悬。较悬对无？哎。安尼，哥哥，我问你，是，你敢有感觉讲一个眠床吼，困20冬？早就爱换，早就爱换对无？观众朋友讲是毋是？是啊，早就爱换。你遐能够报考啊对无？你是毋是除了为你家己的奖金来拍拼以外，是，你嘛替因拍拼者好无？有机会吗？有机会。你若是愿意，我就互你这个机会。安尼哦，看我进来。好，所以这个阿兄只要入去，唔那你有红包，阿嬷嘛有新的名称哦。哇，赞啦！哦，而且你敢有信心？尽最大的信心。除了你头拄仔讲的爱稳爱平，啊，敢有啥物其他的撇步？如果若是一支香槟的杆啊，哎。想要安尼弹一个是 OK， 是会用的。那么这底头的你袂使一个弹。哎呦，安尼要安怎弹？你爱2个做一届。2个做一届。2个做一届，写出时阵你2个塔做伙。嘿。 2个做伙落杆啊时阵，一定有一个跳出来。啊，不过要跳出来时阵，第一个甲第二个甲跌落。安尼跳无？大家拢对伊有信心对无？是。我所有人拢对你有信心。OK。一定会过关。你是全村的希望。干啊，分啊，请开始。加油哦！哎！哦！ 行动啊，行动啊！别来啊！我感觉我今日唔来做完，我阁会烧声。好来哦，3届机会哦，啊，2届机会，最后1届机会，最后1届。 2届机会，最后1届机会，最后1届，真可惜哦，无成功，真可惜，无紧。你敢有啥物话想要对阿嬷讲？大姑咱敢若是伊阿嬷共款。我嘛不该是我的阿嬷共款。好啦，你已经尽力啊。无啦，阮所有人拢就有爱，会当为着阿嬷要换新的名称，大家拢真拍拼，大家拢足紧张的，一直替你加油。有呀。好啦，多谢。后盖再过来。哦。哇，今日哦，真正听到真侪真感动的故事。为着阿爸。 歌都甘愿歌的心，啊为着查某囝，啊尽家己的力，拢是无私的付出。有人付出，就一定有人会当感受到爱。我相信每一个家庭只要有爱，大家拢会当飞起来。我嘛就爱恁的哦，所以一定要准时收看。公园倒转来 ，Plus。